现在我们就是从加德满都就出发伦比尼，我们要坐那个直升机的话，要坐37分钟，然后就到伦比尼。我们在飞机上可以看到很多雪山。现在我们抵达了伦比尼，伦比尼是在尼泊尔跟印度的边境，现在就是属于尼泊尔国家。曾经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诞生在这个圣地，现在就是主要我们佛教的一个佛教圣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寺院，它就是往前释迦牟尼佛诞生的具体地址就在里面。现在用这样一个寺院围起来保护。现在我带大家去里面参观一下。这个寺院它就是第5世纪就是建筑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寺院，里面就是释迦牟尼佛诞生的圣地。在外面就是如今有很多四面八方的不同的民族，就信佛的信徒都来这边拜佛。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寺院的外面，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石碑是以前这个阿修嘎王他就是树立的一个石碑，就是说这个就是往前释迦牟尼佛诞生的圣地，就是证明这个圣地是正确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小池，它也是属于一个圣地的一个部分，因为曾经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她在诞生释迦牟尼佛后，在这个小池里面沐浴。现在我们看到这边就是释迦牟尼佛诞生的左边，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菩提树，这个菩提树看起来就很殊胜的。经常很多来这边朝圣的人都喜欢在这个树下打坐，然后上面挂一些风马旗祈福等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周围的森林，以前释迦牟尼佛诞生之前，这就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地方，后来释迦牟尼佛诞生后，成为了佛教历史上的主要圣地。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伦比尼的周围现在有很多不同这个佛教各地的这样一个寺院，汉传的、日本还有南传佛教。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藏传佛教直贡嘎区的一个寺院，它就是建筑就是比较有特殊的，上面就是一个宝塔，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寺院，它的周围有很多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他诞生的时候的一些塑像等等。还有别的泰式、日本、韩国、中国等等很多不同的教派的寺院都有。